那时候就是24个小时差不多都过风，过大风。一早上起来在门打开的时候，沙子就这么流进来了。14000亩草场里边是真正长草的这个地方才600亩地，那时候分的就10几个羊，一头牛，在哪儿走呀？无途无路了，就是打仗了。85年、95年、05年，30来年的这个时间上，就是一天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这么干着。往南往北种，一股劲儿这个下面的这个明沙一股劲儿吹过来，把那个种的那一点东西给都压得光了。就是这三个明沙就顶多就是在这了300亩地，5、6年的时间磨松了，一年一个桥，最后它就磨的就那个翻梭子一样。最后我有点经验了，我就东西开始种，成活率也高，最后的自个儿那个什么呀，设备也都自个儿有了。我们妻子也是个最好的妻子。实际说起来，最努力的是他说是今年咱俩就这个明沙给干得好好的，10个羊都草场出来了。每年种的是就是3、4千嘛，10年呢是3、4万，反正是十几万棵树是种了。30多年的树有了，40来年的树有了。有一年的树还死了以后，就是我这个心里头特别难受。这个是我生命换出来的，我生命和这个土地2个是一样的。以前是什么动物也没有，现在是野鸡嘞、兔子嘞、虎子嘞，哎呀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都来了。现在300来个羊，40、50头牛。我父母亲那时候给我说的，人生活的一辈子就是好好干，就是你就什么也去不了。